大家好，我係李玉偉，我嘅作品名係《穿衣之道》。畫中嘅我戴住眼鏡，著住亮眼嘅橙綠色上衣，配紫色長褲，背景採用黑白鮮明對比，點綴住好似繁星咁嘅彩色圓圈，展現出一種自信又安穩嘅氣息。藝術媒介使用了人像繪畫、乾粉彩同拼貼。我利用乾粉彩層層疊加色彩，令衫褲嘅色彩更加飽滿。拼貼手法亦令整體形象更加突顯。作品展現咗責任感同自律嘅價值觀。自己打理好儀容係對生活負責任嘅表現，體現咗成長中嘅獨立。同時，整齊嘅穿着亦代表咗一種尊重他人同自律嘅生活態度。多謝大家。